今年係國家我全港校際及團體短片製作以及培訓比賽舉辦嘅第5個年頭，係一個值得紀念嘅里程碑。國家我活動嘅目的就係引導青少年人製作創意短片，亦都藉住啲短片係詮釋國家、家庭同埋個人嘅深刻聯繫，傳遞愛國愛港嘅情懷，係一場生動嘅國民教育嘅實踐。